漫威终局之战结束后，复仇者掀起了一波带娃闯关的新浪潮。美队将象征正义的盾牌和守护地球的使命交给了猎鹰，妹妹叶莲娜接替了姐姐黑寡妇的位置，选择了一黑到底。雷神的前女友简也拿起了雷神之锤，想必索尔也即将要退居二线。小辣椒也穿上钢铁侠为他量身打造的战衣，为影片增添了一抹温情。布鲁斯班纳的表妹珍妮弗重伤后融入了班纳的血液，产生异变，成为了女浩克。惊奇队长的头号粉丝卡马拉戴上神秘手镯，获得了超能力，成为惊奇少女。黑豹因无限手套能量反噬最终去世，她的妹妹苏瑞公主成为了新一任黑豹，带领瓦坎达人民继续前进。蚁人的女儿凯茜狼也接过了父亲的装备，成为了少年蚁人。而我们的鹰眼也不例外，因为自己丢失了浪人战衣，把崇拜他的凯特卷入了一场巨大的阴谋之中。很快，运动服黑手党追到凯特的宫，正面打不过，他们便玩硬，眼看火势越来越大，鹰眼与凯特只能丢下浪人战衣逃命。将凯特安置好后，鹰眼再次回到了现场。他伪装成消防员进入公寓，却怎么也找不到曾经的战衣。难道在这段期间还有其他人来过吗？疑惑间，他偶然看到自媒体平台上有人在穿着他的战衣炫耀。结合作者之前的视频，发现对方是某个热爱 cosplay 的俱乐部成员。鹰眼长叹一口气，说好跟家人共度圣诞节的约定又要食言了。而凯特将他和鹰眼的组合名字都想好了，结果他被对方无情的撵回了家，只因鹰眼觉得这是自己该面对的纷争。通过俱乐部的活动信息，鹰眼来到公园的树林中，这里有很多人穿着不同时代的服装，同时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战衣。可即便鹰眼是超级英雄，他们也不买账，想进入场地就必须要报名换服装。没办法，他也只能照做，被迫参加这场小孩都提不起精神的虚假厮杀。鹰眼直奔目标而去，即便心里已经开始骂娘，身体也要应付一下。很快，鹰眼就调整好情绪，甚至还对这项运动健身好感。见到身穿浪人服的小伙，鹰眼马上表明来意。面对超级英雄的指责，小伙非但不害怕，反倒提出了无理的要求，哪怕是假的也要杀死鹰眼一次。就这样，曾经复联的元老竟在小河沟里翻了船。不管怎样，算是拿回了自己的战衣。而回到家的凯特也没闲着，后爹与母亲共进晚餐。凯特一直怀疑是后爹杀了他自己的叔叔。由于阿曼德三世是被用剑高手所杀，凯特饭后要与杰克比划比划，但傻子都能看得出来，杰克就是在装小白，让凯特误认为自己很弱。平时一向谨慎的母亲却被所谓的爱情冲昏头脑，向着杰克说话。凯特气坏了，选择偷袭，即便视角盲区，杰克还是瞬间下了凯特的剑，因此母女俩吵得不可开交。为了缓和尴尬，杰克像哄小孩似的拿出一块定制的太妃糖。这下凯特确定凶手就是杰克，因为在案发现场他也发现了这款太妃糖。他马上想把这一消息告诉鹰眼，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。然而此时的鹰眼竟自投罗网，主动被帮派分子擒获，只为见到他们的幕后之人。面对这些无脑话痨的小弟，鹰眼真是无语了。其实他随时都可以脱身，但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将不复存在。原来凯特通过母亲安保公司的回来，追查到了鹰眼手机的定位。Oh wow, didn't realize you're supposed to bring guns. 眼下多了这个拖油瓶，鹰眼也不敢贸然行动。而这群傻小弟的带领者竟是新英雄回生，他天生听力障碍，还缺少一只右腿，为什么又死咬着浪人不放呢？难道是有深仇大恨吗？